咱台湾的医疗技术真厉害。台湾器官移植的手术，即马嘛创下一项新的纪录。这是台北荣总伫昨昏发表讲，因甲大人的腰子用器官移植手术移植到8岁的一个查某囡仔的身躯顶，伊是利用关器官的关键者身躯的静脉，摕来接即个妹妹身躯顶的肝静脉。即个妹妹就毋免阁洗腰子啊！这是全世界第3例，嘛是亚洲的头一例。 当他走进去的时候，他很开心。他进去到手术室是他自己进去，他很勇敢，所以我不能放弃他。讲到拍拼对抗这种病宝贝查某囝，妈妈的目屎都要流落来。因为今年8岁的吴妹妹伫2岁半的时阵，互诊断出真罕咧看的威尔姆氏肿瘤，2边的腰子拢互切掉，嘛开始洗腰子，佮因为感染的问题，一直爱去病院，一直到今年4月，吴妹妹真好运，有人传爱心捐腰子，种伫伊的肝内面，才总算互伊毋免阁洗腰子。谢谢你，捐一颗宝贵的肾脏给我，让我可以服用，再到医院洗肾。 医疗团队讲，吴妹妹腹肚内，敢若肝内面有一只青筋是健康的血筋，其他拢袂当使用。团队就甲伊的肝分开，找到健康的血筋中间，再搁甲捐腰子的人身躯顶摕到的青筋，做一段延长含接起来的通道，扫落来甲腰子含腰子血筋起伫中间。经过12点钟中拢无停的手术，才总算成功，甲大人的腰子移植到体重较轻的囡仔的肝脏内面。 他肚子在做过太多次的手术，肚子里面粘连居然是这么的严重。开进去的话是完全都找不到任何路，但是我已经下定决心了，所以就没有任何的回头路，就一路做下去。医疗团队讲，这个真困难的器官移植手术，目前敢若美国捌做过2例，这个案例应该是全球的第3例，国内含亚洲的第1例。嘛，好有每期腰子病囡仔一定要注意腰子移植的关键期。嘛，感谢无私有爱心捐腰子的人，让腰子病每期的囡仔有机会过去过健康的人生。记者综合报道。